是真侪人小钱要来欣赏，这是10月台中特别有 Jazz 音乐艺文的气氛，因为 Jazz 音乐节拄散场，刷落来国际舞蹈嘉年华新历10月25伫要上场，一直到11月初，拢总有2个拜六、礼拜日，嘛是台中第4年办这个活动。今年特别课台邀请到西班牙、比利时各国的舞蹈团，特别请国飘舞的女王刘真来编这个台中市城市舞，嘛希望互世界拢看会到台中，互人健康活力的好印象。 国飘舞女王刘真带头跳的，就是专门为台湾编的城市舞，甲国际体能舞蹈团的舞者做伙跳舞，表现台中的活力，嘛为2019台中国际舞蹈嘉年华拍头阵。 这么大型的活动，然后大家就是以舞会友，所以我也非常期待。过去3年台中办过彩舞节，今年更加实施升级办出来，唔但有亚洲的团队，更邀请欧洲有名的舞团，像讲西班牙反向随迪舞团，会伫国家美术馆表演空中芭蕾，比利时亲像囡仔个同款的魔幻夜空。 10月25到27，搁在1月初1到初3，小连续2礼拜会伫文心森林公园、美顺园道甲夏日第3大广场举办。国内舞蹈社团卖做伙参加，大家拢来用跳舞交朋友。往年只有4天，这次扩大到6天，那就是希望呢，为台中市呢带来更多踊跃的这个观光旅游的人潮哦。 台中下半年活动足济，为购物节到爵士音乐节，伫国际舞蹈嘉年华了后，还有新社花海花毯节。12月2日，台湾灯会在新店顶，一直到2月初8，后里指定区店顶。台中29个行政区拢振动起来，唔但拼经济，更要打造台湾健康热情的城市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